好啦，再嚟睇睇呢條料，有廣州白雲區同德街道橫滘村嘅居民同你報料，一到晚頭黑啫，同德圍南北高架橋上邊上橋位置同落橋位置就有大量嘅車喺度違停嘅，仲試過咧係妨礙呢個救護車通過添。高架橋可以停車嘅咩？冇人管下噶噃，借度睇睇。根據白雲區同德橫滘村嘅居民提供嘅視頻可見，喺村口嘅同德圍南北高架橋上，晚上經常有多部小車、小貨車停喺橋面，使到高架橋變成咗停車場。7、8點那時候，很多人到處停滿啦。晚上呢條橋一路從呢度兩邊停到上面咯，跟住你有時啲車落嚟嘅時候，你本來就壓咗一邊車道啦，就剩翻條單車道，突然間部車睇唔到你，部電雞衝上去，咁就好容易發生交通事故啦又。呢條橋去上電雞嘅咩？邊係可以啊？啲電雞照上啫嘛，啲人只係又係難聽講，又係管唔掂啦，又係。喺呢個同德圍南北高架落橫滘村嘅落橋位處，我哋可以見到中午時分仍然有好多台小車停喺路邊，妨礙交通。除咗違停亂象，橋上嘅衛生都俾啲司機搞到好邋遢。地上可以見到隨處掉嘅檳榔、煙盒、腳貼、球面膠，仲有啲食過嘅煙頭、快餐盒、咖啡杯。哇！大家估下呢一笪係咩嚟嘅？尿漬嚟嘅，好臭啊！熱氣啊！佢哋從高架橋落嚟，一入橫滘村，路邊就有2個大型停車場啦，車位充足，收費標準為村民露天停車200蚊一個月，室內300蚊一個月。非村民則翻倍，露天450蚊一個月，室內600蚊一個月。但街坊表示，好多車主為咗慳停車費，選擇將車停喺高架橋或者村外路邊。貨拉網約車為主嘅都係村入邊租屋住嗰啲人應該有。現在賺錢那麼難，停一個都要400塊錢一個月。說白了，人家就是想省點錢，這說實話。有停車場管理員反映，晚上甚至經常有車輛停喺停車場出入口，堵塞通道。真係唔呃你嗰啲記錄話佢仲報警先噃，係攔住啊！你貼佢即係貼嗰啲係唔俾停車嗰啲紙啫嘛，即係嗰啲一撕就甩㗎啦嘛，係咪啊？嗰啲俾個提示佢啫，係咪啊？溫馨提示佢，你貼埋，我鬧你啊！街坊就話村裡面有間醫院，由於晚上存在大量違停車輛，曾經試過救護車無法順暢通行嘅情況。之前一到晚黑就兩邊都停滿㗎啦，已經係突然間有部車往呢個方向行，醫院個車對方向行就行唔到啦，已經係。因為本來兩邊停滿就剩翻單人線。採訪期間，橫滘村委工作人員嚟到現場，佢表示此前因違停車輛多次阻擋救護車，村委近日已經喺橫滘貨場路中間架設護欄，違停情況有所改善。即係中醫院醫生啊，啲院長都好多時間我哋溝通，可唔可以盡量咁疏導交通，即係確保救護車暢通。因為你知啦，早啲救同埋遲啲救兩個概念㗎嘛。就係有時爭一時半刻，佢人嘅生命就係咁噶嘛。但記者發現，橫滘貨場西路、橫滘2路等路段尚未安裝護欄，違停現象依舊存在。喺醫院門口，甚至有車輛開上人行道，壓佔盲道。其他路段咧就研究緊，旁邊再攞啲鐵嚟攔住佢，唔俾佢擒上啲石級度停車。即係而家盡量去諗辦法疏通呢條路，為咗確保中醫院啲救護車暢通。記者隨後將同德圍南北高架橋違停情況反映至122報警平台。橫滘村係嘛？下橋位置係咪？啲交警下。今日下午同德街道回覆稱，將加強對橫滘貨場路、橫滘2路及南北高架橋上落橋位等路段嘅巡查，對違停車輛進行勸導，同時加強交通安全宣傳教育，引導車輛停入正規停車場，積極協調交警部門加大處罰力度，定期抄牌整治，並計劃喺合適路段設置機飛分離欄，從物理空間上防止違停。路邊違停已經係唔啱㗎啦，家陣時仲要走到高架橋度違停，上落橋嗰陣車速本身就已經係有多少難控制㗎啦。如果再因為旁邊違停嘅車輛而出咗咩事故，咁點算啊？希望交警部門加大執法處罰嘅力度嚇，相應嘅措施亦都要盡快到位。